要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人日日都做，卻從來冇人參透背後玄機嘅話題。好多人話睇一個女人命好唔好，要睇面相、手相、批生辰八字，要聽其言觀其行。我同你講，要呢啲都對，但太慢嘢太容易裝。一個人講話可以揀好聽嘅講，做事可以演俾你睇。表面敬謙君子，肚裏可能滿肚密圈，嘴上仁義道德，轉身算計道，盡等你睇穿一個人。要不知要浪費多少時間，但有一樣東西絕對騙唔到人，就係佢身上着嘅衣服。好多人聽到會笑，話老師你怎麼膚淺，唔講易經中醫，反倒講起穿搭時裝。你又錯啦，我講嘅要同衣服係什麼牌子、多少錢買嘅，名牌還是你攤貨，半點關係都冇。嗰啲都係商人貼嘅標論，係價格唔係價值，係虛唔係實。我睇嘅係衣服背後嗰股氣。我今日斬白字鐵講一句，要一個女人命好唔好，睇佢着什麼衣服，一眼就睇穿，準到離譜。你每日朝早站喺衣櫃前，伸手揀咗呢件而非呢件，你以為係自己嘅選擇，根本唔係你身體裏嘅氣喺幫你揀。要肝氣、心氣、脾氣、肺氣、正氣，五臟六腑嘅能量狀態。衣服從來唔只係一塊布，佢係人嘅第二層皮膚。第一層皮膚係父母俾嘅，生嚟改唔到，但第二層皮膚要係你日日自己揀嘅，你嘅選擇就係內在能量嘅外顯，係當下嘅心境、個性甚至命運嘅徵兆。你着上身嘅唔止係布，係你當下嘅氣場，係最近嘅運勢走勢。中醫講相由心生，要好多人以為呢個相只係牆上面相太窄啦，面相係幾十年累積嘅結果，變得慢，但穿着打扮唔一樣，佢係你當下呢一刻心語氣嘅總佈局，變得快，反應最真實。你係什麼性子？要心裏面有幾多分底氣？最近行運還是行衰運？從衣服嘅顏色、款式、搭配，甚至新舊乾淨程度，我八九不離十，一眼睇得明明白白。覺得我講得有道理嘅朋友，要麻煩喺評論區打上衣着見命4個字，順手點個讚，把禮份藏喺日常裏嘅智慧分享俾身邊更多女性朋友。好多人會講着衣服唔就係為咗遮身保暖，睇把衣着衣服要咁麼簡單嘅事有什麼講究？我同你講，你只睇到咗表面，你以為衣服係着咗俾別人睇嘅，又錯啦。衣服最根本係着咗俾你自己舒服㗎。你着上身嘅能量會潛移默化影響你嘅狀態，亦會告訴身邊所有人你對人生抱持什麼態度。講深一層，佢甚至暗示咗你未來會走什麼樣嘅路，人生格局有多大。你揀嘅每一件衣服既係你個性嘅一部分，也係你未來運勢嘅一種預兆。你可能覺得太圓，其實一點都唔圓。你去睇嗰啲春風得意嘅人，時唔知走路大風，衣服永遠挺闊整齊乾乾淨淨。再睇嗰啲失意問廢嘅人，時唔知垂頭喪氣。要 T 恤到領口鬆掉，褲子皺巴巴，三腳變形咗，還滯住你話係因為失意先着成咁樣，還是因為着成咁樣先越嚟越失意？我同你講係互為因果，係惡性循環，狀態差就會揀鬆垮暗沉冇精神嘅衣服。呢啲衣服着上身又進一步拉低氣場，讓你越嚟越敗運勢，越嚟越差。反過嚟狀態好揀嘅衣服亮堂整齊，將會氣場更足，做事就越嚟越順。即就係良性循環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唔止係教你怎麼從衣服睇人，更重要係教你怎麼通過咗衣服調自己嘅氣，改自己嘅運，將你嘅衣櫃變成你嘅藥櫃。聽懂咗，你從此唔係俾衣服供住嘅人，而係供衣服能量嘅主人。聽唔懂繼續亂着，每日朝早就係主動招嗰啲唔順嘅氣上身，運勢怎麼會好？講到呢度，先同大家講最根本嘅底層邏輯。喺中醫與易經嘅智慧裏，世間萬物都離不開五行：金木水火土五種能量人嘅五臟對應五行，肝屬木，心屬火，脾屬土，肺屬金，肩屬水。而衣服同樣有五行，顏色、材質、款式、剪裁，通通對應五行能量。最簡單嘅係顏色，綠色、青色屬木入肝，紅色、紫色、橘色屬火入心，黃色、啡色、米色屬土入脾，白色、銀色、淺灰屬金入肺。黑色、深藍、灰色屬水入枕啦。對應有什麼用？老祖宗嘅智慧4個字，同氣相求，就好似電台調頻。你身體裏嘅五臟六腑係電台，時時刻刻發射信號，叫你身體裏哪種能量多咗，哪種缺咗，信號就會變。而你衣櫃裏嘅衣服就係收音機，你無意識之間就會去揀嗰個頻道對得上嘅衣服。點解今日你特別想着紅衫？唔係偶然，係你身體裏心嘅能量，也就是火嘅能量在呼哼。
可能係你心氣旺，自信爆棚，火要日出嚟，所以自然拿起紅色；也可能係你心氣虛，心理慌怕事，需要外在嘅火嚟幫你壯膽跳，所以想着紅色撐場面。點解有些人一輩子都唔敢着鮮袍顏色？唔係佢低調，係佢賤氣不足，也就是水嘅能量唔夠，壓唔住陽氣增縮。水係管火嘅，水唔夠壓唔住火，要先調顏色，叫頭樣先放，萬身唔自在，即就係同氣相求，偏唔到人。所以你着什麼就可以調動嘛，氣着對咗能量平衡，當日就神清氣爽，諸事順順利利。要着錯咗違背身體需要，加重不平衡，當日就覺得樣樣都卡，睇邊個都唔順眼。什麼係運？運就係你身體裏嘅氣流得順唔順，氣順時時順，氣塞時時塞。講完根本道理，我將女人嘅穿衣風格大致分成4種，你可以對照自己係哪一種，身邊嘅人又係哪一種，一對一個準第一種。女人打開佢嘅衣櫃，見唔到花紅柳綠，也冇丁丁蚊嘅裝飾，最多嘅係黑白灰深藍，呢啲基本色款式永遠簡單利落，冇蕾絲，冇亮片，冇誇張圖案，剪裁合身質感上乘。衣服數量唔多，但每一件都乾淨挺闊，冇遮住變形，呢種風格。我照它大道之間對應嘅五行格局係金水相生，白色淺灰屬金，黑色深藍屬水。佢日日着嘅就係金與水嘅能量。金主收藏縮降規矩，條理對應我們嘅肺主治節調，也就是管理節制講規律。所以呢種女人肺氣通常好足，魄力夠，做事有條有理，有規範有紀律。佢嘅屋企永遠整整齊齊，物件各歸其位，能管好身邊嘅物，自然就能管好自己嘅事，自己嘅人生。水主藏主智慧，主沉靜，對應銀水永遠往低處路，往深處走。所以呢種女人重氣足心，定好清楚自己有什麼，唔要什麼。旁人怎麼講商場打謝怎麼風，佢都唔會動心。佢永遠揀最適合自己嘅，唔係最流行嘅。永遠看重質素，唔係數量。金生水，水運金，即就係金水相生。佢用金嘅條理生出水嘅智慧，又用水嘅沉靜資源金嘅規矩，唔會變得死板，即係一種極其穩定清澈嘅能量。結果對應嘅人生就穩步向上一步，一個腳印唔會大起大落。我認識一位喺中環做金融高管嘅朋友，就係標準嘅呢種類型。無論何時見佢，永遠係白恤衫、黑西褲或深灰套裝，冇多餘裝飾，乾淨利落。佢嘅辦公室一塵不染，交上嚟嘅佈局從無錯漏。有次公司遇上金融風暴，整個部門人仰馬翻，老闆拍桌大罵，所有人亂咗陣腳。佢推門進來，先倒咗2杯水靜，等全場安靜，隨即講出3件事：盤點黐線或風險先，聯許核心客戶日落前交出備用方案，冇一句廢話，冇半分慌張，好嚟事情順利解決。你睇，這就係金水嘅力量，這就係定力。呢種女人唔會活在別人嘅嘴巴裏，唔會浪費精神喺雞毛蒜皮嘅小事上。佢嘅簡單唔係冇情緒，而係看透咗複雜，選擇化繁為簡。低條裏藏住很深嘅智慧，但凡事都有兩面。中醫最講平衡，過猶不及。金嘅能量太過就唔止係縮降，而係縮殺，好似秋風掃落葉，冇情嘅很。金太旺嘅女人會非常嚴肅挑剔，對人對己要求極高。金黑木木代表仁慈與感情，金太旺就會克制人情味。佢可能係出色嘅主管，但做媽媽做婆婆就會好可怕，對身邊人苛刻到極致，人人活在壓力裏。如果水嘅能量太過，就唔係智慧，而係陰寒水太多。冇火嚟溫暖，冇土嚟承接，就會變成冰為人，冷漠孤僻。凡事放在心裏，別人永遠走唔進佢嘅內心。朋友少，親情淡，晚景容易孤單。所以簡約雖好太過，就變成寒，變成殺，運勢偏硬。少咗人情味路，就會越走越窄。第二種女人同第一種完全相反，佢一出現，整個房間都會亮起嚟。佢中意住大紅、明黃、珠色、桃紅呢啲搶眼顏色款式，大方開揚。中意有設計咁有元氣嘅搭配，無論喺任何人群裏，你永遠第一個見到佢，永遠唔會忽略佢嘅存在。呢種風格對應嘅五行格局係火土相生，紅色、珠色、桃紅屬火，黃色、米色屬土火嘅特性係向上散發熱情，對應我們嘅心，心屬火，心主神明。所以呢種女人心火通常好旺，神係外放嘅，心裏面藏不住事，高興全世界都知，唔高興全世界都知。佢永遠樂意表達自己，就像個小太陽，走到哪裏靚到哪裏，暖到哪裏。土住信主包容主運化對應我們嘅脾，
所以呢種女人唔只有熱情運，好有信用，好會照顧人。土在中央，佢天生就係團體裏嘅核心火生土，火燒完變成灰，回歸大地變成土。佢用自己嘅熱情照顧身邊每一個人，把能量散發俾大家，人緣一定非常好。任何社交巴兒，佢都喺焦點，笑聲最大，最會鼓勵人，就喺屋企嘅灶頭暖空㗎。大家都願意靠近佢，佢對生命永遠充滿好奇，唔怕挑戰，永遠咁啊試新東西。你永遠唔會見佢垂頭喪氣，就算遇上難關都會笑住面對。我以前喺元朗認識一位開茶餐廳嘅老闆娘，就係呢種性格，60多歲，每日都着得鮮鮮亮亮，今日紅衫明日黃裙，頭髮口紅永遠整齊。佢嘅茶餐廳永遠熱熱鬧鬧，街坊都愛去。唔係東西特別好食，係去咗永遠有笑聲有鼓勵。我問佢難道從嚟冇煩惱？佢笑着講：年輕時老公走得早，一個人帶3細路，開店被人欺負，被人走數，那麼難事冇遇過。但哭也係一日，笑也係一日，日子總要過着得靚，自己開心，細路開心，客人也開心。為什麼要着得灰灰沉沉，難過俾人睇？呢啲就係火土嘅智慧。佢用自己嘅火照亮咗全家，溫暖咗身邊所有人。呢種積極嘅人生態度，自然會吸引越嚟越多人。好路就好，走財運自然跟住嚟，即就係旺命。但火太旺嘢唔行，冇水嚟制衡就會變成災難。心火亢盛，呢種女人情緒波動比較大，愛得深，投入得快，亦最容易受傷。佢對人太真心，唔懂保留，一旦被辜負就傷得很重。佢亦很需要別人嘅肯定，得不到認可，心裏嘅火就會熄，陷入短暫嘅低落。有時候熱情太過就變成過度干涉，土嘅能量太強，什麼都想管，讓身邊人喘不過氣。好在火屬陽，佢唔會陰沉太久，自己跳醒一陣就會重新燃起來。所以呢種女人告訴我，生命就應該閒放，勇敢去追，熱情去擁抱，才算活得漂亮。但也要記得火要溫唔要烈，懂得收散一點，熱情更長久，人緣更好，運勢也更穩。第3種女人，唔似第一種咁冷，又唔似第2種咁熱，佢係溫㗎。佢中意碎花蕾絲荷葉邊，中意絲乸棉麻呢啲柔軟材質，顏色多係淺綠淺藍粉色呢啲柔和色調。佢永遠輕輕柔柔，說話細聲細氣，身上好似永遠帶住一股春風氣質，舒服親和，見到佢就覺得心靜。呢種風格對應嘅5行格局係水木相咸，碎花花草5行屬木，木主生發，主仁愛，主柔軟，對應干。絲棉麻嘅柔軟流動質感，話有淺藍水藍呢啲顏色屬水，水主滋養主包容，對應陣水生木，贈水充足就能涵養幹木，所以呢種女人嘅能量係水生木嘅格局，水木相生，代表佢既聰明又仁慈，個性就同佢嘅衣服一樣，細膚有質感，溫柔又細心。佢好會觀察細節，別人焦慮嘅時候，佢知道用一句問候，一個微笑就緩解對方情緒。佢唔會搶風頭，唔會急着講話，永遠安靜坐在那裏，卻讓所有人都覺得舒服。好多人以為溫柔就係軟弱，大錯特錯。呢種女人雖然中意柔美風格，但溫柔從來不等於軟弱，恰恰相反。佢哋嘅內心往往比外表恨鐵嚟堅韌得多，即就係水嘅力量，以柔克剛。水可以救滅，金夠硬，水可以磨平。佢選擇用溫柔面對世界，唔係冇能力強硬，而係懂得柔能克剛嘅道理。我以前認識一位師母就係標準嘅呢種性子，佢先生係武術教練，脾氣火爆肝火旺，鬧起嚟學徒都怕。但師母永遠輕聲細語，日日着帳棉，麻衫上面時出少少啲花，安安靜靜。有一次先生因為學徒偷等可以上嚟，拿起棍就要大人全場嚇到唔敢出聲。呢時候師母慢慢走陣，你手上端住一雲綠豆沙，佢亦唔看學徒啦，就對先生笑悠悠地講：天氣熱，先飲碗豆沙降降火，凍咗就唔好飲到。一句重話都冇講，一個責備嘅眼神都冇。先生拿着棍手停咗半空，睇咗佢2秒，啲一口氣，丟咗棍轉身去飲豆豉沙。火氣就驚俾一碗豆沙，一句軟話化得一乾二淨。你睇這就係智慧，這就係水克火嘅力量。呢種看似不動聲色嘅力量先最迷人，最有力量。呢種女人喺家庭裏係連接所有人嘅紐帶，係家庭嘅定海神針。老公在外奔波回頭交，見到佢就心定。細路有煩惱，同佢講2句情緒就平啦。喺朋友之間佢係溫暖嘅港灣，大家累咧受委屈啦，都願意同佢講。有佢在嘅地方永遠有和氣，家和萬事興，和氣自然生財，呢就係福氣。但水太多木太柔嘢會出問題，
水太多木就會被泡爛，肝氣就唔舒暢，就會肝氣鬱結。呢種女人非常敏感，看似溫柔，其實最容易內傷。佢唔似火型人，唔開心就發作出來，佢唔會全部悶在心裏唔爆發，至內爆長期累積下去，肝就會出問題。肝木克脾土，叫脾胃，跟住差食唔落飯，瞓唔好覺，情緒低落，甚至會生出子宮肌瘤、乳房騰為狼柱呢啲問題。好多賢妻良母一輩子為家庭為別人著想，最後身體垮啦，就係呢個原因。所以溫柔係好叫，但也要懂得疏導，唔好什麼事都自己扛，咁委屈都自己吞，適當發作出嚟，適當會自己著想，溫柔才有底氣，福氣才會長久。前面3種都有固定風格，對應清晰嘅能量格局。而第4種也係現在最多人犯、最影響運勢嘅一種，就係混亂型。呢種女人冇固定風格，打開佢嘅衣櫃，唔係衣櫃係戰場，係垃圾堆。黑嘅、紅嘅、花嘅、素嘅、運動嘅、正式嘅、蕾絲嘅、亮片嘅，所有東西亂塞一齊，好多衣服吊牌都冇剪，買回嚟從來包冇着過，好多衣服已經變形發黃，還捨不得丟。佢每日朝早站喺衣櫃前，望住滿滿一櫃衣服，一邊煩躁一邊抱怨冇衫着，揀來揀去，最後穿出嚟永遠唔對路，顏色亂配，風格打架，層層搭搭亂七八糟。佢特別中意追潮流，流行什麼就買什麼。但住在身上永遠怪怪的，並唔適合自己。呢種情況喺中醫嚟睇就係典型嘅脾氣虛，濕則氣結。脾主濕主運化，也主思慮。脾氣足嘅人思路清晰，懂得歸納取捨。就像第一種金水型嘅人，什麼都整理得整整齊齊，但脾氣虛嘅人思路就亂，冇決斷力。睇呢件也好，那件也好，什麼都想要，什麼都是捨不得掉。即就係思慮過度，思傷脾，越想越多越亂，脾氣就越虛。運化能力越差，越唔懂得取捨，形成惡性循環。佢嘅衣櫃亂，其實就係腦袋亂、人生亂嘅外在呈現。脾虛運化不動就會生濕氣、生痰濕。衣櫃裏雜亂無章嘅衣服，就係身體裏痰濕嘅樣子，黏咗一次分唔開，理不清。呢種女人唔止人生亂，身體一定唔好，肯定容易水煮，整日嗰個身體沉重，腳煮眼煮，大便黏馬桶，沖都沖唔乾淨。個頭好似果佬濕毛巾，重重地日日都瞓唔夠。冇精神，反應慢，做什麼都拖拖拉拉，決斷力差，買便當都要揀半個鐘，更唔用晒人生嘅大選擇。我前2年有個病人，30幾歲嘅全職媽媽找我減肥，佢說自己飲水都肥，每日都好累，帶細路帶嫂心煩，同老公關係又唔好，整日吵架。我見佢第一眼就搖頭，佢當日着了4、5層顏色粉，藍黑亂七八糟，整個人看到喺煮得毫無精神。我問佢啲事，平時很難做決定，什麼事都想好多。佢嚇一跳，上買菜都要半個鐘，屋企東西永遠整理不滿，越整理越亂。我冇即刻開減肥藥，第一個處方就係回家整理衣櫃，時間把所有衣服清出嚟，只留1/3啲最常用、最適合自己㗎，其他全部送走或者丟掉。佢當時就哭啦，所以每件衫都有回憶，捨不得丟。我同佢講，你丟嘅唔係回憶，係累嘅，係濕氣，係困住你嘅雜念。你留得住舊衣服，留不住舊時光，反而讓呢啲舊東西拖住你往前走嘅腳步。佢半信半疑回家照做，一邊整理一邊哭，丟掉咗3大袋衣服。1個禮拜後回嚟復診，整個人都唔一樣啦。着了件簡單嘅白色棉麻衫，淺藍褲子，乾乾淨淨，人也燒了豬，精神好多啦。佢同我講，丟完衣服稱重瘦了2公斤。其實道理好簡單，佢丟嘅唔係衣服，係心裏嘅糾結，身體嘅濕氣。衣櫃清爽啦，氣就通啦，脾開始正常運作，水濕自然排出去，水煮當然燒啦。更神奇㗎，喺屋企整齊啦，心也定啦，唔會整日心煩氣躁，同老公吵架少，你帶細路也耐心啦。你睇衣櫃亂，命就亂；衣櫃清，心就清，運就開。即唔係那麼玄學，係能量嘅流動，係氣嘅運轉。講到知道，大家應該都明白，不同嘅穿衣風格對應不同嘅性格，以對應不同嘅命運格局。但我今日講呢啲唔係要俾大家貼標啦，唔係說你係哪一種就注定係什麼命，恰恰相反，命運唔係注定嘅，係可以改嘅。中醫最高嘅法則就係平衡，你唔係一輩子只能追一種風格，你要懂得懂得根據自己嘅狀態，用衣服嘅能量補不足得，有如把自己嘅氣調平衡啦，運勢自然就順啦。我同大家講幾種最常見嘅調整方法，對照自己嘅情況，即刻就可以做起來。第一，如果你係金水型，性格太冷太硬，
過於嚴肅，人緣差，親情淡，就要主動補火嘅能量，要唔用一下子全換，從最簡單嘅做起，一個禮拜揀一日着紅色、橘色、粉色呢啲火屬性嘅衣服，唔用全身都紅，一件外套、一條頸巾、一件內搭都可以，即叫以火煉金，要用火嘅熱情溫暖融化金水嘅寒氣，把冰冷嘅精光燒成有用嘅工具。你住上暖色系嘅衣服，走出去別人見到你都會覺得親切，願意靠近你，人緣打開啦，機會自然就嚟啦，要運勢就會越嚟越順。亦可以加一點絲巾針絲衫，呢類柔軟材質增加木與水嘅柔軟感，緩解金嘅肅殺之氣。第二，如果你係火土型，性格太衝太急，整日得罪人，情緒波動大，就要主動補水嘅能量，多着深藍色、黑色、灰色呢水屬性嘅衣服，多着棉麻、絲嘢呢啲柔軟流動嘅材質，唔用一下子變成素色，慢慢增加冷色嘅比例，即叫水火既濟。用水嘅沉靜收去平衡心火嘅躁動。住上水色嘅衣服，不則不覺講話就會慢半拍，做決定就會多想一想，唔會咁容易衝動，重塑水主智慧，會讓你冷靜下來，思考更周全。人日變得更沉穩，亦可以適當着呢件白色、淺灰呢啲金屬性嘅衣服，金能泄火氣，把多餘嘅火氣收散成規矩和條理，讓熱情變成有方向嘅動力。第三，如果你係水木型，性格太柔太忍，什麼事都悶在心裏，容易委屈自家，就要主動補金嘅能量，多着白色、淺灰、杏色呢啲金屬性嘅衣服，多着剪裁利落、線條簡單嘅款式，比如韶西裝、襯衫、直筒褲，即叫金克木。用金嘅決斷力、條理感幫你砍掉不必要嘅糾結，疏解肝氣嘅鬱結。好多柔軟嘅女人着上乾淨利落嘅白襯衫，氣場馬上唔一樣，說話都更有底氣，更懂得拒絕別人。亦可以適當咗一件紅色、血色呢啲火屬性嘅衣服，火能生發木氣，讓你把內心想法表達出嚟，唔好什麼都藏在心裏。溫柔要有底線，善良要有鋒芒，這樣嘅溫柔才會俾人珍惜，福氣才留得住。第四，如果你係混亂型，衣櫃亂、腦袋亂，人生一團糟，什麼都唔用想，第一步即刻整理衣櫃，即係最見效、最快速嘅方法，把所有衣服全部拿出嚟，一件一件過，一年之內着過嘅留下，無論新舊季節，全部處理掉變形，發黃破舊嘅全部掉掉，不合的、唔喜歡、從來冇着過嘅，全部送走或者捐掉，最後留下嘅，一定係你真正中意、真正適合經常會着嘅，數量唔用多，10幾20件足夠搭配，再把留下嘅衣服按顏色、季節、類型整整齊齊擺好衣櫃，空出嚟清爽啦，你心裏嘅雜念又會跟住清走。整理完衣櫃就從最簡單嘅黑白灰基本款開始，着用金嘅條理感治理皮土嘅濕亂，金能泄土之禄，着得簡單整齊，思路就會慢慢清晰，做決定就會越嚟越果斷。要堅持一段時間，你就會發現水燒啦，精神好啦，做事不拖啦，運氣也順啦。除咗呢4種對應嘅調整方法，我再同大家講幾個通用嘅穿衣舉運原則，人人都得。第一，衣服永遠要乾淨整齊挺闊。無論貴賤新舊，乾淨永遠係第一位嘅。皺巴巴嘅衫、變形嘅領口、發黃嘅布料，都會泄掉你嘅氣場。着得乾乾淨淨、整整齊齊，本身就係正能量，會吸引好運氣。就算在家也一樣着得整齊乾淨，對自己嘅要求就唔會放鬆，狀態就唔會垮，着得邋邋遢遢、鬆鬆垮垮，氣就會散掉，運勢往下掉。第二，唔好着太過緊身、太過暴露嘅衣服，適當裝扮當然好。但太過就唔行，衣服係用嚟藏氣㗎，太緊身，氣就被束住流動唔開，容易悶出病；太暴露氣就會泄掉，氣場散啦，容易招唔好嘅氣，身體也容易虛。女人嘅氣要藏得住才有底靈有福氣，適當收咗唔係保守，係保護自己嘅能量，氣聚得住，財氣福氣才留得住。第三，唔好着太多圖案、太多裝飾嘅衣服，太多圖案亮片雜七雜八嘅裝飾，會讓你嘅氣變得雜亂。能量不集中，氣散了，做事就難專注，運勢就唔穩。本身思慮重，容易心亂嘅人，更加有着簡單素淨一點嘅衣服，讓自己嘅氣收起嚟定下來，神定氣就順啦，做事就容易成。第四，根據場景揀衣服又係改運嘅關鍵。見客談生意面試就着金屬性嘅衣服，白色、灰色、黑色簡單利落嘅款式，代表專業、條理與信任，容易讓對方覺得你靠譜，事情你談成，聚會相親認識新朋友就着火土屬性嘅暖色係柔和款式，顯得熱情親和。
人緣自然好，談判解決麻煩事就着。水木屬性嘅淺藍淺綠柔軟材質代表柔韌智慧，以柔克剛更容易化解矛盾。講到走佬，大家應該都明白啦。一個女人命好唔好，要真嘅睇佢着什麼衣服就知道。但這唔係宿命論，唔係說你生嚟就什麼命改唔了。恰恰相反，衣服係我們最容易掌控嘅東西，也係改運最方便嘅法門。衣服本身冇吉凶貴齊，要幾百蚊嘅衫也好，幾萬蚊嘅衫也好，本身冇好壞。真正有吉凶㗎，你內心有什麼缺陷，就會無意識地穿出嗰個缺陷，而你注上它，又會加重嗰個缺陷，即就係惡性循環。就係唔好嘅命反過嚟，你看清自己嘅不足，主動用衣服嘅能量提升自己，而補缺陷，讓能量越嚟越平衡，即就係良性循環，就係好命真正嘅美，真正嘅吸引力。我從來唔係靠名牌 logo， 唔係靠閃亮裝飾，而係靠你內心呢份低你都拿不走嘅自信與力量。一個女人最寶貴㗎，唔係衣櫃裏有多少件衫，而係佢懂唔懂得取捨，懂唔懂得平衡，懂唔懂得為自己而㗎。好多女人一輩子買衫都係着俾別人睇，老公中意什麼就着乜，朋友說乜，好看就買什麼，流行什麼就跟什麼，從來冇問過自己舒唔舒服，中唔中意。到最後衣櫃滿滿，內傷散亂，運勢又咁樣會好。真正會着衣服嘅女人，永遠係衣服服務佢，唔係佢服務衣服。佢知道自己嘅優點與不足，懂得用衣服襯托氣質，也懂得用衣服調整狀態。佢唔跟潮流，唔跟別人嘅眼光，只跟自己嘅內心，只順自己嘅氣。幾樣嘅女人無論做什麼，都有自己嘅風采，都有強大嘅氣場。他們嘅命永遠掌握在自己手裏。今日聽完呢節課，大家返屋企第一件事就去打開自己嘅衣櫃，睇下你嘅衣櫃係整整齊齊還是亂七八糟。睇下你平時着嘅衣服係什麼顏色、什麼風格對。照我今日講嘅，睇下自己係哪一種類型。哪裡需要調整，唔好少寫字。小小嘅衣服托咗啲展先價嘅面額。我係藏住你命運嘅傳記，從今日開始學會做衣服嘅主人。學會用咗依調自己嘅氣解自己嘅運。當你把自己嘅氣調平衡啦，你就會發現到什麼都順贏，做什麼都順心，後命之人就嚟啦。